喂，谢谢，全场屏东朋友尖叫声再来给我一些。再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今年拿到金曲奖作品里头的一首火刷奖。如果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后面朋友你们好。有缘是落雨暝，野山陪你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都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柔软敢有卡纸，梦嘛准线。手机的手电筒我们打开好不好？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屏东朋友，你们自己回头看一下有多漂亮，可不可以再多一点？对，手机的手电筒我们再多一点，谢谢你们。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哦，谢谢。有缘是落雨暝，野山陪你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都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柔软敢有卡纸，梦嘛准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？一起唱，来哦！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大声一点！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。好，非常开心回到了屏东跟大家见面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许富凯。哇，非常热情，太棒了！后面的那位阿嬷要跟我挥手，是阿嬷吗？还是阿伯？啊，对不起，还是大哥啊，反正啊，谢谢你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来唱第二首歌。这一首歌呢，有一个动作，我希望全场的朋友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这个画面看起来会很好看，跟我一起比一个爱心。对，爱心来，全场的朋友一起，后面朋友也一起哦。
好，那嘴巴有2个字也跟着我一起念，宝贝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听一下，1、2、3，宝贝，非常好。再来这一首《米酒会》送给你们，记得哦。跟我们的摄影机挥挥手一下，会拍得到你们嘿。风吹啊吹来人无单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在他山。今夜的天星，你伫知影？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不过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南京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再接我，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为你看做冬天的彼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来哦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刚刚好像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呢，可以再一次吗？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，还有2次机会哦，麻烦你们了，谢谢。对着我们的镜头也比一个爱心，也会拍得到。对。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我们的朋友一起，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为你看做冬天的彼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是我的一切，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为你看做冬天的彼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最后一次哦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给自己一个尖叫声加掌声，太棒了！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多爱心跟宝贝的。可以再一次吗？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我在疫情那3个月所自己的创作、自己写的歌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听到的时候，把你心目中、心里面想念的人，把它想出来。今天呢，就借由这一首歌然后用音乐传递给他，带来这一首自己写的歌《无声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欢迎我们的 Ella 小姐移到了现场。
的影影，予窗外的风吹散。白色的花间，犹原搁在伫遐。同款插着迄丛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遮，定定在笑脸异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毋是伫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豆豆仔行。希望大家呢，不管你是在外面工作的朋友，还是跟家人一起住的，记得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家人，多陪伴他们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遮，定定在笑脸离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毋是伫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豆豆仔行。你是毋是会伫故乡等待我？我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的声，唱出了牵挂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一直将我惜命命。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落山，就会想起你画着我的名。魔仙送给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疯狂掌声鼓励一下，许富凯。哇，他的歌声有种魔力，好温暖哦，有点疗愈的感觉，真的抚慰人心。对，而且
而且他听说又有好消息了，是要3度公弹，对不对3度他前2次都没有攻成功啊，12月4号要再攻一次，对不对？很多朋友都说，哎，许富凯，你今年唱了3次小巨蛋吗？对我说没有啦，12月4号，这个是确定我要继续唱。真的喜欢的赶快把握这个机会，没攻成功，哎呸呸呸，他也打算放弃，喂，一定会成功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祝贺他可以攻弹成功，感谢。而且今天机会难得，你看这么多人，我觉得我们来自拍一张，哦跟所有的这个好朋友，我有带手机来，好，那我要请后面朋友们，来，我们把手举起来好不好？还是你可以把你的闪光灯也给打开来哦，让我们看见美丽的灯海。耶！哇！来点尖叫声吧，许富凯！哇！今天真的太壮观了，大家太热情了，真的有融合的感觉。对真的，好，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。这个也是一种融合。对接下来这一首歌，有，对，我想要带来一首合唱。你要找我吗？可以哦。没有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对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不是吗？我们还是最后再，明珠我？们最后再来。哦最后再来最后是今天呢比较特别，我很少跟这一位女士，哎呦这一位姐姐同台。女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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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个我有杀气了，杀气。她还瞪我了。这位姐姐，对，我就是Ella 小姐，掌声鼓励一下 Ella。来这首《古吉利亚咪咪》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。屏东的朋友，女士啊，你这位小弟。会唱的朋友一起唱。哎，等一下副歌啊，有那个和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好热情。就麦克风嘟给他们了。今天就当做一个很大包厢唱 KTV。对，哇，好多人哦，好感动好哦。感动，真的。来哦，男生跟着我一起唱哦。好，男生请开唱。听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。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还是会来关心。挑配男女，多情的玫瑰，为何受命运来创治？希望你通来实际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。世间无永远的富贵，也无永远人的花蕊。像最少年时，亲像人一年，只有在梦中才相见。你们唱。爱想要为着你，不知你去倒位，今夜又是落着上雨的暗暝，想古情了咪咪。哎，现场大概有1万人呢，1万人的尖叫声长什么样子啊？爽，好来哟！继续哦。今天 Ella 漂不漂亮？我嘞，帅不帅？比较小声，有点失落。不要紧，等下一起帮忙大声唱啊！有听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。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还是会来关心。挑配男女，多情的玫瑰，只可惜命运来创治。希望你通来实际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。虽然无永远的富贵，也无永远人的花蕊。像最少年时，亲像咱一年，只有在梦中才相见。爱想要为着你。一起唱，大声！不知你去倒位，一起唱哦！哎，
也有时，落着小雨的暗暝，想苦情也绵绵。谢谢，掌声给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。谢谢。也希望你今年12月4号小巨蛋演唱会成功。谢谢。要不要去感谢。 ？OK， 好，那去之前先去赶高铁，拜拜。谢谢哦。今天呢，我跟你讲，各位台下放心，接下来没有人要赶高铁了。